去商場行下帶狗狗，狗狗會成日吠。好啦，而家最難呢就係入商場啦，因為好多主人都想帶隻狗狗去商場，尤其是你隻狗知道一定會吠，如果佢一吠嘅時候，你就諗下喺個商場裏邊幾尷尬，任何人都望住你，而你又唔知點樣去控制到隻狗可以平靜落嚟喎，呢一樣嘢真係好大壓力，真係想揾個袋笠住自己走㗎。咁而家就係主人學咗之後點樣去處理啦，睇下可唔可以喺呢啲環境上邊，亦都見到其他狗都可以平靜落嚟，睇下可唔可以過關。可以先教人後教狗，主人學到之餘，可唔可以令到隻狗狗明白？呢個先係重要啊！如果唔係，你一路練都有機會練錯嘅。唔同環境都要練習，出到街你睇下，見到其他狗都咁乖咁聽話，真係主人要俾少啲心機都唔得啦！大家有冇留意到狗狗係一下都冇吠過，同埋冇好激動咁樣襲擊隻浴室添？想知道我點樣幫到佢？你又學到嘢，記住睇下一集。